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教學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一講中醫入邊一款非常重要嘅藥材香附。你知唔知道，其實香附喺我哋中醫嘅歷史度已經用咗好幾百年啦，係一款非常實用嘅疏肝解鬱、調經止痛嘅良藥。你會見到喺好多婦科、肝氣鬱結相關嘅疾病治療當中都會用到佢。其實香附唔單止係藥，更算係一個日常中幫助我哋舒緩情緒、調理身體嘅好朋友。今次教學，我哋就用較輕鬆嘅口吻幫你深入了解香附嘅性味、功效、炮製方法，仲有佢嘅常見配伍。希望你聽完之後都能多啲理解呢款中藥嘅神奇之處啦。首先講講香附嘅背景。香附又名香附子，沙草雀頭香，係莎草科植物莎草嘅乾燥根莖。佢嘅性味比較平，辛味微苦微甘，入肝脾三焦經。喺中醫裏面，佢主要用嚟疏肝解鬱、理氣寬中，仲有調經止痛嘅作用。喺日常生活中，大家都知情緒鬱鬱、壓力大係今日一個普遍現象，而香附呢，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哋疏解肝氣不暢，令心情更輕鬆，係我哋用嚟疏肝解鬱嘅要藥。尤其係月經不調、痛經或者肝鬱引起嘅胸脅脹痛，佢善於調經止痛，都係一個非常可靠嘅婦科調經要藥。香附仲可以入脾經，有行氣寬中之功，故常用於治療脾胃氣滯症，例如脘腹痞悶、脹滿疼痛等。講到呢度，唔少聽眾朋友會問：寶榮醫師，香附平時點樣用呢？好啊，我哋就嚟講講佢嘅炮製方法同配伍啦。喺臨床上，香附有幾個常用嘅炮製方法，例如醋香附、香附炭、酒香附。醋香附即係將香附粒或片用米醋拌勻，悶潤至透，用文火炒乾。咁炮製之後，可以增強理氣解鬱、調經止痛嘅效果，甚至有抗菌消炎嘅作用。香附炭就係將香附用武火炒至焦黑，呢個炮法可以增強止血功效，用嚟止血調經都幾有效。至於酒香附就係用黃酒拌香附，炒乾後帶有酒香，咁炮製後可以增強疏肝理氣、散寒止痛嘅作用，對於肝鬱引起嘅痛症、月經問題都好幫得手。話咁快，又嚟到我哋非常重要嘅配伍啦。中醫講究君臣佐使嘅配搭，你知唔知道香附喺唔同配伍之下效果會更理想呢？例如香附配川芎係非常經典嘅組合。香附嘅疏肝解鬱，川芎則係血中之氣嘅行血良藥，佢哋合用可以有效改善因氣鬱血瘀所引起嘅胸脅痛、經痛。再例如香附配當歸，一個疏肝解鬱，一個補血活血，咁就能夠同步調理氣血問題，對於婦科疾病特別有效喎。特別係月經不調、經閉或者痛經等呢啲情況，用香附配當歸都非常合適。仲有啊，香附配藿香就係理氣兼化濕嘅好例子。廣發香能理氣化濕，喺脾胃濕熱導致嘅嘔吐或胃脹時用得好。香附則能疏肝解鬱，兩者合作就係調和身體濕氣，改善情志不暢。最後，唔少人喺生活中會遇到肝鬱火旺嘅情況，呢個時候可以考慮香附配黃連，行氣瀉火，療效唔錯。當然，用藥都要根據個人體質同實情搭配，唔可以亂用。講埋呢度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提示：如果你平時有經期不順或者肝氣鬱結，不妨試一試呢啲用藥配伍，再加上平時保持心情愉快，多啲運動，同時注意飲食，咁樣效果會更加顯著。最後要講，香附係一個非常好用嘅中藥，歷史悠久，經過臨床驗證，可用嚟疏肝解鬱、理氣止痛、調經止痛，但亦要注意禁忌，比如氣虛無滯、陰虛、血熱嘅人用咗可能唔太適。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對香附有更深嘅理解啦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內容幫到你，記得點一個讚，訂閱我哋節目，仲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一齊了解中醫嘅奧妙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